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三餐四記，我係阿晴。你哋有冇試過心血來潮想整返碟紅燒肉招呼親戚朋友？點知出到嚟碟肉瘦肉又柴又韌，一咬就攝晒牙啦，搞到要一路食一路搵牙諗。嗰連肥肉仲恐怖，食一嚿已經成口油，挖到想反胃，仲要嗰啲汁黑掹掹一天嘢，仲要有陣苦味，邊個敢食啊？諗起都覺得魚，明明跟足食譜做，點解人哋嗰啲紅燒肉色水靚到好似琥珀咁，反晒光，肥嘅入口即化，瘦嘅淋滑多汁，一嚿餸3碗飯。阿晴同你講，你一直都係用錯方法。今日阿晴就傳授你一招，唔使落一滴油，唔使落一滴水嘅紅燒肉獨門秘方，保證你整出嚟嘅紅燒肉肥嘅唔絲，瘦嘅唔柴，顏色仲要靚到靚立立。想知點樣做到？記得睇到最後，仲要幫阿晴點讚同訂閱，咁就唔會錯過我每星期嘅廚房秘笈啦。第一步，買肉要識揀5層樓，靚肉先係成功嘅根基。要整一碟驚為天人嘅紅燒肉，首先要識得揀肉。你行入街市豬肉檔，千祈唔好試，但指住嚿肉就叫師傅斬俾你。好多街坊就係衰喺呢度，求其買嚿五花腩返去，以為差唔多，點知一煮就出事。阿晴話你知，靚嘅紅燒肉一定要用下五花，即係豬肚腩嗰個位。呢個位嘅肉肥瘦層次分明，一層肥一層瘦，再一層肥再一層瘦，加埋塊皮，總共有5層。我哋廣東人成日叫佢做5層樓。你買嘅時候要睇清楚，靚嘅下五花，肥瘦比例要均勻，脂肪潔白，瘦肉鮮紅，望落去層層搭搭，好似千層糕咁，咁就係上等貨。買到嚿靚肉返嚟，你千祈唔好急住切。阿晴有一個獨門秘訣，就係要幫嚿豬皮美容，即係落皮。呢招係阿晴原創嘅去腥第一招。你將隻鑊燒到紅卜卜，見到鑊面開始冒煙，就用隻手揸住嚿五花肉，將豬皮嗰面向下，用力咁壓落個鑊度嚟回摩擦。你會聽到吱吱聲，仲會聞到一陣好似燒豬皮嘅焦香味。呢個過程千祈唔好驚，要落到成塊豬皮變到金金黃黃，甚至帶少少焦黑色先至得。點解要咁做？因為豬皮入面有好多腺體，呢啲就係豬血還味嘅來源。你用高溫一落，就可以將呢啲腥臊味徹底消除，仲可以蒸發走豬皮底層多餘嘅油脂。等陣你燜嘅時候，塊皮就會變得又彈牙又煙韌，仲好容易入味添。落好之後，你用刀將表面嗰層焦黑嘅部分輕輕刮走，再用清水沖洗乾淨，你就會發現塊豬皮變得白雪雪乾晒。第二步，切肉要大刀闊斧，大嚿先至好食，處理好塊皮。跟住就係切肉，呢度又有一個好多人都會犯嘅錯誤，就係將嚿肉切到細細嚿，以為易熟啲，易入味啲。阿晴話你知，大錯特錯。紅燒肉嘅精髓就係要大嚿。你將嚿肉切成大約3厘米乘3厘米嘅正方體，即係大約係一個麻雀牌嘅大細。點解要咁大嚿？因為豬肉喺炆煮嘅過程中會因為高溫而收縮，如果你切得太細，一煮完就會縮到成粒骰仔咁，入面嘅肉汁都走晒，食落就會又乾又柴。但如果你切到3厘米大細，煮完出嚟就啱啱好，一口一嚿咬落去，肉汁四浪，先至夠晒滿足。記住，切嘅時候要一刀落，乾脆利落，唔好嚟回淤，咁樣切出嚟嘅肉塊先至會靚仔，邊緣唔會爛溶溶。第3步，溫水浸肉排血水，唔好直接飛水切好嚿肉，跟住就係清洗。好多人都會習慣將嚿肉就咁掉落滾水度飛水，但阿晴話你知，咁樣做嚿肉一遇熱，表面嘅蛋白質就會即刻凝固，將入面嘅血水同腥味鎖死喺入面。你之後點煮都煮唔走陣粒味。阿晴嘅做法係準備一盆暖水，水溫大約係你伸手落去覺得和暖就啱，即係大約40度左右，跟住落少少十蚊輕花雕酒。再將切好嘅肉塊放晒落去，就咁浸佢15分鐘。呢個溫水浸肉法可以令到肉塊入面嘅殘餘血水慢慢聚出嚟，但又唔會因為高溫而令到肉質變稀。你浸完之後會發現啲水變到少少混濁，呢啲就係血水嚟㗎。倒咗佢，你就成功咗第一步。浸完之後先至到焯水嘅步驟，但記住焯水一定要用凍水落鑊。你準備一鑊凍水，將嚿肉放落去，然後開火，跟住放入幾大片籠、幾條蔥，仲有少少花椒粒。呢個組合係阿晴嘅去腥鐵三角，尤其係花椒粒，佢有一種獨特嘅香氣，可以辟走豬肉嘅雪味同腥味，比起就咁落糠蔥效果好10倍。
你一路加熱，會見到水面慢慢浮起一層啡灰色嘅泡沫話，呢啲就係肉入面嘅污糟嘢同雜質。你一定要用湯殼將佢哋撇得乾乾淨淨，等到水大滾之後，再煮多2-3分鐘就可以將嚿肉撈起。呢個時候，阿晴要提你一個關鍵位，撈起嘅肉塊千祈唔好即刻沖凍水啊！你一定要用溫水去沖洗，如果你一沖凍水，嚿肉表面嘅脂肪就會因為遇冷而瞬間凝固，肉質就會即刻變硬，你之前嘅心機就白費啦。記住全程用溫水，咁先可以保持肉質嘅鬆軟。第4步，乾鍋逼油，呢招係肥而不濕嘅核心好啦。處理好晒所有準備功夫，跟住落嚟就係正式烹調嘅戲肉。阿晴呢個做法，由頭到尾都唔會落一滴額外嘅食用油，全靠五花肉本身嘅豬油。你準備一隻厚身嘅鑊，將佢燒到輕輕地，然後將焯好水沖洗乾淨嘅肉塊，一塊一塊咁鋪入鑊入面。記住唔使落油，就咁乾落，然後開中小火慢慢咁煎。你會見到隨住溫度上升，肉塊入面嘅豬油開始慢慢逼出嚟，喺鑊底吱吱作響。呢個過程你就當係幫嚿肉做抽脂手術，將佢入面多餘嘅油脂全部逼出嚟。你要有啲耐性，用鑊炭不時幫佢哋翻身，確好好，每一面都煎得均嫩。你會見到啲肉塊由最初嘅軟鹹腍慢慢變得金黃，表面仲會變得少少焦香，微微緊致。當你見到鑊底已經積聚咗一層透明嘅豬油，而嚿肉嘅體積明顯收細咗少少，就代表逼油嘅步驟完成啦。呢個步驟通常需要大約8至10分鐘。你將多餘嘅豬油舀起，裝起嚟之後用嚟炒菜，仲會帶有陣陣肉香，正到暈。呢個乾鍋逼油嘅做法就係阿晴原創嘅第2招，係你嚿紅燒肉做到肥而不快嘅終極武器。你逼走咗一半嘅油脂，等陣食嗰陣就唔會有滿口油嘅油塊感，每一啖都係精華。第5步，炒糖色紅亮嘅秘密，成敗嘅關鍵逼完油，鑊入面會留返少少底油，呢啲就足夠㗎喇。跟住落嚟呢步係成個紅燒肉最關鍵，亦都係最多人失敗嘅一環，炒糖色。炒得靚，你嚿肉就紅崩崩，好似琥珀；炒得唔好，嚿肉就黑掹掹，仲要帶陣苦味。阿晴今日教你一個萬無一失嘅方法，你要準備黃冰糖，記住係黃冰糖啊！黃冰糖比白冰糖甜味更加純正，色水亦都更加紅潤。你將舊冰糖預先敲碎，變成一粒粒細細粒，咁樣佢受熱就會更加均嫩，溶得快，唔會出現一邊腍咗一邊仲未溶嘅情況。開小火，將冰糖碎放入鑊入面嘅少許底油度。呢個時候你要集中精神，唔好行開。你會見到冰糖慢慢融化，由透明變成金黃色，再變成土紅色。你要留意佢嘅氣泡變化，一開始係細細粒嘅小氣泡，跟住會慢慢變成大大粒嘅魚眼泡。當你見到啲大氣泡開始出現，顏色變成好似紅草皮咁深紅嘅草紅色嗰一瞬間，就要即刻將你煎好嘅五花肉倒晒入去。呢個時機要拿捏得準，早1秒糖色未夠，上唔到色；遲1秒糖色就會過火變苦。你將肉塊倒落去之後，要即刻轉大火，快手快腳咁兜亂，令到每一塊肉都均勻咁沾上呢層靚靚嘅糖色。你會見到嚿肉由原本嘅金黃色慢慢披上一層紅潤嘅光澤，呢個就係成功嘅標誌。第6步，爆香新香料。花雕酒調出靈魂上完糖色，跟住就係爆香。你將預先準備好嘅香料，八角1粒，桂皮1小塊，香麥2片，仲有切好嘅薑片同蔥段，全部放入鑊，繼續用大火快炒。你會聞到一陣複雜而濃郁嘅香氣，八角嘅甘甜，桂皮嘅辛香，同豬肉嘅油脂香混合埋一齊，真係令人流晒口水。跟住你沿住鑊邊炸一聲，倒入大約2至3湯匙嘅岑興花雕酒。呢個動作叫做糖酒，高溫嘅鑊邊會瞬間將花雕酒嘅香氣揮發到空氣中，同時將酒嘅醇厚味道鎖入肉入面，可以進一步去腥增香。你一定要用花雕酒，千祈唔好用普通嘅料酒，味道真係爭好遠㗎。第7步，啤酒落水煮，不加一滴水嘅軟糯魔法好啦。嚟到阿晴原創嘅第4招，無水啤酒能煮法。呢個方法就係你舊紅燒肉可以極速軟糯嘅秘密武器。你完全唔使加水，就咁將一罐普通嘅麥香啤酒倒入鑊入面。啤酒嘅份量要啱啱好浸過所有肉塊。你記住要用普通嘅啤酒就得，
唔使貴，最緊要係有麥香味。啤酒入面含有天然嘅酵素，即係蛋白酶，佢可以將豬肉嘅纖維迅速分解，令到瘦肉喺短時間內變得極之軟腍，比起用水弄時間快一半，效果仲要好10倍。啤酒嘅麥芽香味仲可以為嚿肉增添一種獨特嘅風味，解暑之餘，仲令到個汁更加鮮美。倒入啤酒之後，你加入少許生抽同埋少少老抽嚟定色。呢度阿晴要提醒你，老抽唔好落太多，少少就夠。目的係等陣收汁嘅時候，顏色會更加深沉靚仔。跟住你要記住一個關鍵鹽，要最後先至放，因為過早落鹽會令到肉入面嘅蛋白質凝固，咁嚿肉就點炆都唔會腍噶啦。所以而家只需要加少少生抽提鮮，鹽就等陣收汁之前先至試味決定。跟住落嚟就係火候嘅掌控，呢個係一個3段式嘅神恩煮法。首先你用大火將鑊入面嘅啤酒煮滾，等佢大滾大約5分鐘，目的係要將啤酒入面嘅酒精揮發走，剩低陣麥香味。跟住你將火候校到最細，即係得返一環好微弱嘅火，冚實個鑊蓋，就咁俾佢慢慢燜40分鐘至45分鐘。呢個極小火慢燉，係將脂肪同啤酒乳化嘅關鍵過程。你會聽到鑊入面傳來輕微嘅卜卜聲，但完全冇滾生嘅危險。肉塊就喺呢種溫柔嘅熱力入面，慢慢咁將油脂釋放出嚟，同啤酒醬油融合成一個濃郁嘅醬汁。第8步，大火收汁，令嚿肉着返件玻璃衫。時間到，你打開個鑊蓋，會見到鑊入面嘅汁已經收乾咗一半，肉塊喺深紅色嘅醬汁入面浮沉，色水已經非常吸引。呢個時候你要做一個動作，就係將入面嘅八角、桂皮、香葉同埋乾葱全部揀返出嚟，唔好要，因為呢啲香料嘅任務已經完成。如果唔拎走，佢哋繼續煮會令到個汁變苦，仲會影響口感。揀走晒啲渣之後，就轉大火收汁。呢個步驟叫做埋尾，係成個菜嘅點睛之筆。你要用鑊單不停咁翻炒，確保好嚿肉唔會黐底。你會見到啲汁由稀變稠，由淺變深，慢慢咁掛喺每一塊肉嘅表面。當你見到嗰啲汁變得結坦白，每嚿肉都好似着咗件光鮮亮麗嘅玻璃衫，閃閃發光，呢個就代表收汁完成。呢個過程完全唔使落任何生粉水去勾芡，純粹靠肉入面釋放出嚟嘅膠質同冰糖嘅濃稠度。呢種自然嘅光澤係任何人工芡汁都比唔上嘅。第9步，品嚟神鮮肉，一嚿撼動靈魂好啦。熄火上碟，你將一嚿嚿紅燒肉整齊咁排喺隻白瓷碟上面。深紅色嘅肉塊配搭住晶瑩剔透、閃閃發亮嘅醬汁，淨係望見都已經令人食指大動。你夾起一嚿，你會見到嚿肉喺筷子尖輕微咁震動，軟腍嘅程度可想而知。你將佢放落飯碗度，用筷子輕輕一壓，嚿肉即刻化開，嗰種柔軟嘅質感真係好似豆腐咁。你將一嚿肉放入口，首先感受到嘅係一陣濃郁嘅帶有焦糖香氣嘅甜味。跟住就係啤酒麥香同醬油鹹鮮交獲嘅複雜味道。豬皮部分單牙煙雲，帶有少少咬口；肥肉嘅部分因為已經逼走晒多餘嘅油脂，食落一啲都唔絲，只得返滿滿嘅甘香，入口即溶。最驚喜嘅係瘦肉嘅部分，你完全唔使點咬，佢喺你嘅口腔入面就會自動分解，一絲絲嘅肉孔位全部都吸滿晒濃郁嘅醬汁，軟糯到一個點。呢種肥而不西、瘦而不柴嘅完美口感，就係阿晴呢個獨門做法嘅精髓。你再將碟入面嘅醬汁淋兩殼落碗熱辣辣嘅白飯度，你見到嗰啲深紅色閃靈靈嘅汁，慢慢咁就透入每一粒米飯入面，你已經忍唔住扒咗一啖。嗰種濃郁鮮甜嘅味道，伴隨着米飯嘅軟糯，真係會令人忍唔住一啖接一啖，轉眼間就扒晒成碗飯，仲要意猶未盡。忍唔住要添多碗，呢個就係紅燒肉嘅終極魅力，一種可以令到全家人圍埋一齊食得甜甜膩、滿滿幸福感嘅家常味道。第10步，口撇總結與互動。阿晴同你齊整，今日阿晴將呢個獨門紅燒肉嘅秘訣濃縮成一個簡單易記嘅5字口撇，你記住佢，以後就唔使再睇筆記，隨時都可以整到一碟零失敗嘅紅燒肉。呢5個字就係落皮逼油糖色啤酒撚，大火收落皮係去腥增淡，逼油係肥而不絲嘅關鍵，糖色係紅亮光澤嘅靈魂，啤酒撚係軟糯嘅魔法，大火收係將所有味道完美鎖住嘅最後一擊。
你只要跟住呢5個步驟，包保你以後請客食飯，呢碟紅燒肉一定會成為全場嘅焦點，個個都問你點解可以整得咁好食。而家天氣開始轉涼，呢個時候一家人圍埋一齊食一煲熱辣辣油亮亮嘅紅燒肉，真係人生一大樂事。無論係回家放工返到屋企，想快快脆脆煮個餸，定係周末想大顯身手慰勞下屋企人，呢個食譜都絕對幫到你。阿晴成日覺得煮飯最開心嘅時刻就係見到屋企人食得津津有味嘅樣。好啦，今日阿晴嘅分享就到呢度。如果你覺得呢個做法幫到你，又或者你有其他整紅燒肉嘅心得，都歡迎你喺下面留言話俾阿晴知。你哋平時係用邊個部位嘅豬肉嚟整紅燒肉㗎？又或者你哋有冇試過用其他酒嚟炆肉？快啲同阿晴分享下，記得幫阿晴呢條片點讚支持下，仲要訂閱阿晴嘅3餐4記頻道，同埋開啟小粒檔，咁就唔會錯過阿晴之後同你分享嘅每一個廚房小知識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